乡亲继续来看高雄，一个当咧居家检疫的男子，规工踮伫咧厝热甲冻袂调，6天来灌25杯手摇的饮料，搁来啉2000cc 的高粱酒。这大量的饮料加上利热的高酒载袂调咯，怎来放火热？医生来提醒，天气热，都要加啉一寡茶水，毋是啉饮料。冰的饮料一直啉，非常晒，非常难受。热天高热，日头够炎，高雄一个查甫人，居家检疫期间，伫咧厝内冻袂调，这个高温，一直啉饮料，6天来灌25杯，加算起来一天啉超过4大杯。伫无准则的情形下，回去便所时发现讲，伊放尿内面有血，煞惊到。妈妈每天都是买手摇饮料给他喝，这样，所以他好像在5天还6天之内喝了25杯的手摇饮料。因我期间检疫，无法度出去找医生，出来人赶紧去泌尿科诊所，互医生替做细心的看诊，才发现讲问题唔是干那饮料尔，伊搁啉真济高粱酒。喝太多是醉啦，醉了之后对膀胱系统其实没有什么伤害，但是它会让你太醉了，忘记去尿尿。水分补充又很多，所以膀胱很胀，所以可能表面的微血管会破掉。之后才造成血尿。热天口出现泌尿系统的问题，像这款饮料唔通啉伤济，天气热流汗需要补充水分，上好是啉白滚水较健康。